咱拄则听到就是韩国瑜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热天热对流，也有热岛效应。台湾测雷一年比一年搁较济，这恐惊引起到固定的灾害。像讲军林高科到学校的电器，常常互测雷降歹。专家嘛发觉讲，去年规台湾4大上济所在，若是用乡镇市来看头3名，头1名就是高雄的基澳，第2名就是南投的中寮，那第3名是嘉义中部。假使若是用县市来看，嘉义市是排头。雷公四纳，根据气象专家统计，去年全台湾四纳出现的数量超过1000万次，发现是因为地球变烧热的原因。雷公四纳的现象嘛愈来愈世常。伫咧云林古坑有学校的电器，常常受到雷击来歹去。电器都会受到影响，像它的讯号就不稳定。 对，然后设备也容易受损，这样台电这边那边有跳脱，然后感应，就我们这边就是导致于那个电波的影响，所以那个电脑的那个电源是烧坏这样。专家嘛发现，这几年因为热天气流的特殊，加上热岛效应，造成台湾每一年单雷公的情形愈来愈多。根据台电统计，105年有29000次，106年有32000次。 107年增加到38000次。第一个，全球暖化造成这个对流会越来越多；第二个是我们明显的台湾变成一个热岛，所以当热岛一热的话，这种热对流就会增加，所以落雷也会明显增加。雷击常常碰到四纳，专家嘛讲，去年全台湾四纳出现上济所在，伫咧高雄基镇、南投中寮、嘉义中部。若以县市来讲，嘉义市上济。 过来是嘉义县甲台南市，除了山边因为对流较旺，四纳会较济以外，都市嘛因为热岛的效应，变成常常出现雷公四纳的所在，甚至不时会传出有人互雷公卡到伤亡的消息。专家也呼吁国内的预防甲防雷的办法，恐惊爱搁加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